花莲光复崩山湖的灾难，到即阵还阁有5个人失踪。各地特殊大队是搁再出发去花莲。屏东的特殊队长是伫咧佛祖街找到失联姓林翁仔某的车，望会当继续找到人。另外，当地学校10月初只是陆续开始恢复上课。教育部长陈永尧今早起是去灾区了解校园复原的进度，伊嘛强调讲会甲地方合作，全力来连接。消防人员到土溪下详细看，发现内底大概是一台轿车。怪手将轿车边的土挖开，马太安溪水头崩山湖溢流了后，造成花莲光复乡灾情惨重。屏东特殊大队找到第2摆支援灾区找找失联者，12伫福州街挖到失联的姓林翁某的车，车冲走800公尺，还阁无找到翁某2人。在武昌街、跟佛祖街以及马鞍溪跟花莲溪的汇流口的位置，那我们今天有7部的挖土机持续在现场做搜寻的一个任务。学生结束年假，等去上课，除了继续找找5个失联者，光复当地各级学校初次开始陆续恢复实体上课。13教部长陈永尧到灾区了解校园复原进度，看到雨伞图，因一半校园豆豆恢复，伊表示会甲地方合作，全力协助重建。有大概提了9000多万，将近1亿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学校的许多的设备跟场域上的一些重新的一些整建。跟地方来合作，能够快速的来协助学校。那地下室目前淤泥比较难处理，我们已经积极想办法去把它移出，基本上教学的部分不受影响。各校重建进度一直在进行，13恢复实体上课的光复上工，学生到学校就开始清理。部分学生因为这雨和土水冲走，请便回到学校。大量的衣服被淹没，有些衣服都沾到了泥巴，所以没办法穿，只能先穿便服来学校。全家园受灾严重，不过因等去学校也是学生真欢喜。面对断课然后加升学压力，学校也甲老师达成共识，用多元变量的方式来算分，配合第8节甚至假日，休寒休抓补课来确保学生学习袂断去。记者综合报道。